於是影響咗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亞伯拉罕在那裏築壇，把柴擺好，等放低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。記得頭先有一節係講到亞伯拉罕帶咗啲乜嘢㗎？有兩個僕人，係咪？有驢子，亦都有柴啦，有佢嘅兒子以撒。嚟到第5節咧，就原來見到亞伯拉罕叫佢嘅僕人留低喎，跟住話驢子亦都喺呢度留低喎。咁即係喺佢所帶嘅物品嗰啲人物裏邊咧，減咗啲咯。咁啊得翻啲柴，得翻佢個仔咯。於是乎咧，就我與童子。咁即係話咧，喺頭先我哋讀上邊嗰段去到第3節咧，讀者應該有一個疑問就係咧，上帝叫亞伯拉罕去獻燔祭，咁到底獻嘅係乜嘢咧？嗱，你又見亞伯拉罕帶嘅有僕人、有驢子，亦都有佢個仔，跟住有柴。柴就好肯定，因為獻燔祭係用火燒嘅，有咁嘅需要。咁啊得翻3個可能性，一係就佢嘅僕人獻上，即係獻僕人啦；一係就獻個驢子，一係就獻佢個仔。咁呢3樣就係讀者應該揀喎。嚟到第5節咧，2個冇咗啊，驢子停喺度，僕人停喺度，咁得翻咧就係個仔咯喎。咁於是乎下邊發展落去咧，個仔就出聲啦。哎呀！係咪獻我咧？咁你見到即係嗰個問題會咁樣。不過我哋未讀落去之前咧，喺第5節嗰度有個字，我與童子。咁因為我哋讀呢個字咧，因為咁樣翻譯咧，其實我哋讀真少少咧。咁其實中文描述童子咧，就唔一定係細路哥嘅。其實呢個字咧，希伯來文係講緊 Na'ah 呢個字咧，喺聖經裏邊嘅應用咧，最老嗰個係30多歲都可以描述為童子。而今日現代嘅希伯來文咧，係可以講一個男人40-50歲未結婚嘅都可以叫做童子，因為佢未結婚啊嘛。咁而主耶穌咧係33歲，大約33歲，佢釘十字架嘅時候係未結婚嘅。如果喺當時嘅猶太人咧，係可以叫主耶穌為 Na'ah童子嘅。咁即係你見到好多嘅平衡喺度啦。嗱，然後去到第6節，你見到亞伯拉罕將燔祭嘅柴放在佢兒子以撒身上。如果係我哋諗緊嘅一個細佬哥嘅話，細佬哥攞到嘅柴唔多。如果我哋明白，如果係獻燔祭要獻一隻羊嘅話，你要將嗰隻羊一路燒盡為止，需要嘅木係好多嘅。咁而呢啲木咧，當時係放咗喺以撒身上，所以猶太人當佢哋讀到呢度嘅時候咧，佢哋一路由細聽到大嘅故事咧，佢哋嘅印象唔係諗緊以撒係細路哥，佢哋諗緊以撒係成人嚟嘅。咁你記得嗎？頭先我哋咪讀到喺釘十字架嘅過程嗰時候，主耶穌係背起個十字架，而當時個十字架好可能就係一個橫梁，而喺呢度咧，以撒就係將呢啲柴咧孭咗喺佢身上嘅。然後第6節結尾咧，二人同行咯。嗱，當時第6節就係描述擠咗啲柴喺佢仔度啦，有手度咧有火同埋刀，即係亞伯拉罕身上嘅嘢咧，全部講晒出嚟，二人同行啦。咁跟住咧就以撒咧就問喎，咁你擺低咗驢仔，擺低咗啲僕人，獻乜嘢啊？我哋呢啲又有，呢啲又有啦。跟住亞伯拉罕就答啦，獻燔祭嘅羊羔喺邊度咧？亞伯拉罕咧就喺第8節度答啦，我兒，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嘅羊羔。嗱，原來呢一句咧係中文幫我哋翻譯嘅時候，將個次序倒轉咗，將個我兒擺喺後邊。咁你試下聽下咯，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嘅羊羔，我兒。即係話喺希伯來文裏邊係可以接受咁樣嘅翻譯。亞伯拉罕當時就係答咗個仔嘅，你見我擺低咗驢，你見我擺低咗僕人，而家得翻你啫，你就係上帝所預備嘅羊羔啦，我兒。以撒係咪上帝所預備嘅？係，因為亞伯拉罕佢個太太不能夠生育，佢以為就藉住個僕人幫佢生嗰個就係，唔係上帝話一定係要以撒。要係由撒拉所生嘅，先至係佢所揀選嘅，所以係上帝所預備噶。咁所以呢度全部都正確噶。嗱，跟住猶太人嘅故事就話啦，佢話如果佢係成人，一個老人家，當時亞伯拉罕已經過100噶咯喎，一個老人家點
點樣能夠有能力將以撒一個成人綁起呢？而呢個成人係孔武有力嘅，因為佢能夠將嗰啲柴孭喺身上嘅。咁於是乎咧，猶太人嗰邊咧就會流傳一啲嘅故事啦。佢駁落去就係話咧，因為當時以撒咧其實係甘心樂意嘅。嗱，點知道甘心樂意呢？原因喺第6節結尾，二人同行。去到第8節，當以撒聽到嘅就係你就係上帝預備嘅燔祭啦，就係要獻你啊！如果佢係咁聽到嘅話咧，後邊嗰度講二人同行，即係話以撒已經接受咗上帝係要咁樣使用佢嘅生命，要獻上作燔祭。於是乎猶太人嗰邊佢哋嘅傳統就會繼續傳，因為以撒甘心樂意，所以亞伯拉罕可以將佢綁住。不過猶太人係好中意問問題嘅人，佢話既然係甘心樂意，又何用綁住呢？佢自然咁瞓低，咁亞伯拉罕將個刀擺上就係啦。咁原來佢哋繼續個故事繼續講喎。佢就話即係因為以撒知道，如果佢爸爸咁大年紀啦，個刀一落佢身度，佢會痛，一痛嘅時候會掙扎，一掙扎嘅時候佢爸爸係唔夠力去撳實佢嘅。於是乎以撒就需要叫佢爸爸咧綁實佢。呢邊係猶太人所講嘅傳統，即係話猶太人嘅明白就係咧，以撒係甘心樂意被獻上作為燔祭，甘心樂意到一個地步，係要完全冇任何後路，要綁實自己，要佢爸爸係一定可以將佢獻上。當我哋讀到主耶穌嘅故事嘅時候，你見到自客西馬尼園，主耶穌話不是我的旨意，乃是你的旨意成就。你見到主耶穌嗰份嘅甘心樂意，係已經喺嗰一刻，佢向天父咁樣禱告，話呢個杯我會飲，因為係父俾我嘅杯。喺嗰一刻，佢已經知道佢甘心樂意到一個地步，係唔會再翻轉頭，所以一定會面對死亡。嗱，大概我哋而家已經見到點解會有呢啲嘅事發生。不過留意一樣，喺第7節嗰度講羊羔嘅，當時以撒係問緊燔祭嘅羊羔喺邊嘅，而去到第8節亞伯拉罕都係答緊羊羔嘅，但係後嚟佢哋得到乜嘢啊？我哋讀埋落去啦，去到第10節到14節一齊讀啦，準備起。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。大概我哋而家會知道各各他山就喺摩利亞山底下，果然耶和華喺呢個山上必有預備。但係你留意到當時喺第13節描述亞伯拉罕係揾到一隻乜嘢啊？公羊。嗱，喺原文係兩個唔同嘅字嚟㗎，咁所以中文當我哋翻譯做羊羔同埋公羊係表明係不同嘅。嗱，加多樣嘢咧，你見到第12節天使係叫亞伯拉罕停手，係咪？有冇叫佢攞一隻公羊嚟到去代替啊？冇啊，而係當亞伯拉罕聽到停手，跟住即刻咧就13節舉目嘅觀看，即係當時其實已經緊張到個地步咧，冇留意身邊發生緊咩事嘅，因為佢全神貫注要獻以撒，佢好愛以撒，但係無奈地上帝係要佢個仔嘅性命，而佢亦都好敬畏上帝，於是乎佢要咁樣將以撒獻上。但係佢一聽到原來上帝叫我停手，於是乎一舉目觀看就見到有隻公羊，個公羊扣住喺邊度啊？佢啲角扣咗喺一啲茂密嘅樹嗰度。你記得頭先我哋睇到主耶穌個頭上戴住荊棘冠冕，嗰個荊棘嗰個字可以解做一啲嘅小樹，而呢個冠冕係一直喺個十字架上面戴喺主耶穌嘅頭上嘅。咁點解係咪所有嘢都咁啱呢？定係真係舊約係一個影，新約係一個實體？萬國之父喺舊約裏邊嘅係一個影，
咁樣佢都願意獻上佢個仔，更何況真正嘅萬國之父為到我哋嘅緣故獻佢自己嘅兒子呢？嗱，加埋喺猶太人嘅傳統解經裏邊咧，佢哋見到亞伯拉罕係講羊羔，以撒都係講羊羔，但係後嚟佢哋都得到嘅係公羊。係咪上帝嘅說話唔準確呢？講明上帝話喺呢個山上有預備嘅係羊羔，點解最後亞伯拉罕得到係公羊？